靈修2025年6月16日，他使戰爭止息，直到地極，他折弓斷槍，把戰車焚燒在火中。詩篇4章9節，當信徒看見國與國之間的攻擊，戰爭頻仍，死傷無數，心中難免感到沉重與無力。然而，這正是我們要警醒、禱告的時刻。主耶穌曾說：你們也要預備，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。路加福音12章40節，戰爭與動盪提醒我們，世界的確在震動，而信徒更應警醒，察驗主的心意。首先，我們要為受苦的人代求，求主憐憫那些失去親人、流離失所的家庭，賜下保護與醫治。也要為參戰雙方的士兵與領袖禱告，求主感動他們的心，尋求和平而非報復。人的仇恨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決，唯有福音的愛才能化解人心深處的敵意。其次，我們當反省自身是否對世界的痛苦冷漠。信徒的責任不只是關心教會內部的事，更要成為地上的鹽與光，為和平代言，活出基督的憐憫與真理。最後，我們當仰望主的再來，堅定信心，知道他掌管歷史。我們記住聖經中保羅的教導：第一，要為萬人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，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，也該如此，使我們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無事地度日。提摩太前書2章1至2節，即使局勢複雜，我們仍要為各國領袖禱告，願他們尋求公義，止息戰亂，促進和解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帶着沉重的心來到你面前，為那些正處於戰爭中的國家與人民向你呼求。你是憐憫的神，你看見他們在戰火中奔逃的身影，聽見他們在痛苦中流淚的聲音。主啊，求你伸手施恩，止息仇恨與暴力，使炮彈歸於無用，使和平臨到列國。你的話說，他使戰爭止息，直到地極，他折弓斷槍，把戰車焚燒在火中。詩篇46章9節，主啊，我們懇求你親自介入，使這些深陷衝突的民族看見你的作為，從破碎與絕望中重新得着盼望。我們特別為那些失去家人、家園的人祈禱，願你作他們的避難所與力量。詩篇46章1節，賜下日用的需要，也安慰他們破碎的心靈。有為那些仍在戰場上的士兵與無力保護家人的父母祈禱，願你保護他們，使他們尋見平安的出路。主啊，願你興起和平的使者，拆毀仇恨的牆，讓這些國家早日迎來真正的和解與重建。願你的公義如江河滾滾，你的平安如江海洋溢。以賽亞書48章18節。我們如此禱告，乃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門。